我回到家乡才发现，我做不到。我的身上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东西了。将军，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一边是我的家国，我的亲人，可一边是对我恩重如山的夫君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为哪边做事情？不知道，我和你一样，不知多少次遇上这种两难的选择。人说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两利相权取其重。说来容易，做来难，所以我懂得你的苦。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你知道我以前一夫差，一整天都看我是否在他的身边。你应该恨我。不可能。因为我懂你的心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做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永远都是我的至亲至爱。就像你所说的，你已经融进我的骨血，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抹去。大王自祝罗回来以后，神情不爽，难道还是为遇袭之事忧心？那场袭击，寡人心中有数。那又是为什么呢？寡人实在是没有想到，这里百姓的生活如此窘迫。的确如此啊，所以大王不必担心，越国即便有复仇之心，也绝无复仇之力。没有复仇之力，就会心甘情愿地臣服寡人吗？有朝一日，倘若他们休养生息，强盛起来呢？那也绝对不可能。这越国是小国，即便是休养生息，变成大国，那就不知要等多少年了。真到了那时候，大王已经领霸诸侯，称雄天下了。太宰大人言之有理。启禀大王，末将的属下在山林中发现了大股越国军队存在的证据。就以发现的证据而言，人数远在1000人之上。戏子，小奴在。备车吗？是。大王刚从祝罗回来，就不必去了，让臣带大王前去查明的就是了。这是天大的事，寡人要亲自去看个明白。他们若胆敢欺骗寡人，来日就是越国的死期。喂，你是给吴王养马的？啊？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？我看你们也眼熟，这可是匹好马吧？自然是好马了。你们这几匹，远不及它。怎么不及它？哈，说得好。你看啊，这好马要胸廓伸长，腰背平直，耳小耸立，眼眸圆润，而且要前蹄圆，后蹄尖，这样才能敏活而善奔。行家果然是行家。不过好马也要好养，草料不可带泥带土，马厩也要洁净通风，无论寒暑都要把它牵到旷野上历练。看来养马如同养人，好马无好养，还不如一头驴子呢。行家，你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？说得对，
养马如同养人。为君者，识人要紧，用人要紧，还有养人也要紧。哎呀，昔日的大将军变成了这个模样。范将军，看你们的神色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今天铁路回来向夫差报告，发现了我越国军队的踪迹。怎会如此大意？哎呀，我们的人早已化整为零，潜入百姓之中了。铁勒所说的踪迹，绝不是我们藏匿的军队。这么说，一定是铁勒在为伍子胥制造灭亡越国的理由。我也这样想，可万一夫差相信了这个谎言，一旦相信，那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啊！是啊，所以我们来找范将军，赶快想个办法。眼下能说动夫差的只有2个人。伯嚭那里，那些珠宝珍藏他收下了吗？收下了。他明白李下一人必有所求的道理，我去找他。文仲大夫，你让我好找。什么事啊？我王有玉，要你和林公甫立刻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见我大王。你们敢欺瞒我吴国的大王，好好摸摸自己的脑袋，快走！大王，请看，这里曾经有数千人的军队在这里踩踏。启禀大王，末将敢向大王保证，我越国遵照当初的承诺，除保留少数守卫都城的卫队之外，已将所有的军队遣散。踩踏这片土地的绝不是我们。是啊，请大王明察。胡说！在越国境内发现的军队不是越国人的是谁的？是谁，臣不敢断定。可是这你还敢狡辩？大王，越国复仇之心不死，这就是明证。倘若他们不把军队交出来，末将恳请大王。大王，夫人，大殿下到了，快请。夫人，殿下，一路匆匆，没有和夫人说话的机会。秋蝉的事，多亏夫人相助，这救命之恩，我们永世不忘。谢谢西施姐姐。哎，叫夫人。我和秋蝉是从越国来一起的好姐妹，殿下不必客气。我带她来还有一件事情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有话就请直说吧。请夫人劝劝她。劝她？什么？经过那件事，她不肯跟我回去了。殿下，就让我单独和秋蝉说几句话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来。姐姐不用劝我。想起那件事，我心里打结了。哪怕这一辈子换纱、织布、做农妇，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去。我懂，我懂你的心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也宁愿留下来，在家乡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可是，如果有可能留下来，你就真的舍得下大天下吗？
我犹豫的，就是舍不得他。是啊，身为女人，千苦万苦，也难舍下自己心爱的人。你看，这里是雅鱼王后的寝宫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上楼那天她对我说的话。其实她完全可以留下来，继续住在这栋屋子里。可是她宁愿舍弃这一切，也要和勾践大王一起去做奴隶。这正是我敬佩她的地方。跟大殿下一起回去吧。别怕，夫人。怎么了？好。陈夫差还没有回来，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。难道我们越国真的隐藏了大批的军队？你听说了？夫差大王已经急慌慌的去勘察了。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事儿。如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啊？铁勒发现的所谓踪迹，绝不是我们越国的军队，这是他制造的假象，为的是给夫差一个亡掉我越国的理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夫差大王他不会受到迷惑的。那事有万一，万一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，不需要我再去做什么。那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文仲大夫告诉我，在王宫附近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。很可能是吴国派来的刺客。那这和祝罗玉玺的事有关吗？很难讲。你们要赶紧想办法。你放心，我对文仲大夫说了，会加强这里的防卫。告辞了。你等等，不管将军过去对我做了什么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不会再记恨将军，因为你爱上了夫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算扯平了。不过不做夫妻，总还可以做个至交好友吧。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我不想再有任何事瞒着他。大王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在诸洛袭击大王的，一定就是越国这些暗藏的军队。末将只等大王令下，彻底剿灭他们。铁勒将军，稍安勿躁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需要有确凿的证据。这些证据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。那些袭击大王的人，里面竟然穿着我吴兵的甲胄。听你季雍将军的意思，是我吴国的兵马要偷袭大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，这些疑点一定要考察清楚。我要把这件事禀报武相国。大王在这里，难道大王裁决不了，非要请出武相国吗？你们分明是在袒护越国。你说的你们指谁？难道也包括大王吗？季雍，收回你的剑。这事是要查个清楚。无论是存越还是亡越，寡人也好在列国面前讲出个因由。退下。是。
怎么还没有睡下？寡人前思后想，这文种和林姑父实在可疑，他们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在瞒着寡人。大王为什么这样想？眼为心之窗，寡人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不臣之心。这就是大王所说的凭据。自然不是凭据，所以寡人还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你是越国人，依你看，如果越国有忠心的内典，他们会向我吴国兴复仇之师吗？会的。不管是勾践大王，还是越国的百姓，亡国都是最大的耻辱。当初大王不也是为了报罪里之仇，才向越国发兵的吗？这样冤冤相报的事太多了。看来，大王是一定要灭掉越国了。真的？你说的对，他们会有复仇之心。可是寡人相信，他们永远不会有比吴国强大的那天。如果再胆敢和寡人较量，那就是自取灭亡。你不希望这样吗？我希望的是，吴越两国的大王都能记住我松桥师傅的一句话：爱民，兼爱敌国之民；爱兵，兼爱敌国之兵。如果能够永远息兵霸占，那该有多好！夜深了，快睡吧。睡吧。走，去睡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剑上都涂了剧毒，一批死士，很难断定他们是什么人。据公子友殿下说，他们要杀的是秋蝉，不是他。哦，明白了。这恐怕我们说不明白。你们都明白了，可我不明白啊。这些杀手究竟是些什么人啊？是吴王后派来的。他为儿子选中的王后是郡国公主，所以秋蝉就成了他的眼中钉，必欲除之。那文仲大夫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场暗杀是在我越王宫中。如果伍子胥铁勒之流把暗杀公子友的罪名栽在我越国头上，那他们可就又找到了亡越的借口了。这可怎么好啊？当务之急是要救活秋蝉，我们只有用公子友的嘴堵住伍子胥的口。快告诉我，他到底怎么样？他到底怎么样啊？大王驾到！
快救救秋蝉，救救秋蝉吧！秋蝉，大王，这位姑娘箭伤很深，流血过多，臣已经给她止住了血，可箭上有剧毒，老奴回天乏术。父王，喜子，小奴在，去告诉文种，叫越国最好的郎中过来。若一无医治，寡人要他的命。是。臣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查清这些刺客究竟是些什么人。这说是越国人所为，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啊。是啊，这越国人刺杀一个无名无分的姑娘做什么？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。有儿，你能断定他们要刺杀的只是秋蝉吗？当时3门刺客围住我，却只是以守为攻。在秋蝉中箭之后，他们就匆匆射我而去。如果是要刺杀我，他们早就下手了。别动！外面出了什么事？回大王，末将已把王宫团团围住，文种和灵姑府那里。停了！大王在此，谁叫你擅自动兵？他们敢刺杀我吴国王子，难道太宰大人要我坐而视之吗？事件正在调查，一切都由大王决断。你一个小小的将军啊！末将未卑，可末将有吴相国的令牌，只要事关大王和吴国的安危，末将就有调兵之权。难道寡人不敌你手中的令牌？请大王息怒，末将为了大王的安全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不要忘了，谁是吴国的国君？寡人命你撤回所有的军队，待寡人查清之后再做处置。这恐怕很难。末将依然禀报了吴相国，如何处置，就请大王和吴相国再议吧。大胆，请乐。好，寡人候着他。末将告退了。你要说什么？父王不要生气，铁勒是受武相国之命，而他们实在是以为越国人要刺杀孩儿。只要查清真相，武相国就会撤兵。父王，等秋蝉苏醒之后，儿想马上赶回姑苏去。回去做什么？去
去见我的母后。见了又怎么样？那些杀手全部自尽身亡，一来你没有凭据，二来即便是他所为，难道你还能惩罚自己的母后？秋蝉是儿最爱的女人，如果让她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，儿就不想再回吴国了。荒唐！如果你恨你的母亲，就恨上天让你作为他的儿子；如果你后悔，就后悔上天让你生在帝王之家。你是王子，是我吴国未来王位的继承人。难道做了王子就不能有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就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？你说对了，王权和私情，生选择前者。该忍耐，你必须学会忍耐；该放弃，就必须学会放弃。我吴国自开国时，历经数百年，20几位先王才有今天。但是我胜你，有放弃的权利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可是哪怕情深似海，只要和王权相抵触，都只有放弃。父王，秋蝉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她只会帮我，儿也不会因为……你就好好想一想，想想你母后为什么不容她？人生在世，往往逃脱两难的抉择。你是华人最爱的王子，千万不要让父王失望。相国的事你慢慢交代。看到那些兵士了吗？他们都是我吴国之兵，现在却自遵相国之令。我觉得奇怪，我们这位吴相国，只能用着他们来逼寡人就范。夫人，范将军到了。范将军一定要救救秋蝉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活她。你确保我的友儿没有受伤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只是什么？那个秋蝉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。为什么不得而知？那几名杀手都已然自尽，小奴只打听到秋蝉身受剑伤。我的友儿现在怎么样？一直和大王在一起。大王呢？王后，吴相国来了。请。是。臣伍子胥叩见王后。相国不必多礼，这边讲话。相国请坐。谢王后。王后得手了。相国说什么？臣说的是王后派出的杀手在友儿殿下的住所杀死了秋蝉。杀手？什么杀手？王后不必这样。此时此刻，大王不知道，殿下不知道，知道这件事情的，恐怕只有老臣呢。臣明白王后的用心。
相国，皇后不必多言，这不是一件坏事啊。满天下都知道了，越国贼心不死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谋杀我吴国王子。越国再也没有苟存的理由了。相国是要用这件事，迫使大王灭掉越国。相国未必能如愿。一来，大王不会轻易相信越国会刺杀友儿；二来，你也知道大王的性情，越是迫使他做的事，越是适得其反。那王后和大王也应该知道我伍子胥的性情。越国的事，臣一忍再忍，如今忍到了尽头。不管大王怎么想怎么做，臣都要将越国彻底灭亡。老臣作对，臣忠心为国，无论做任何事，都是为了先王留下的这份江山。欲杀勾践如此，彻底灭了越国也是如此。可是大王根本不把臣的话放在心上，所以臣可以不做吴国的君王，但大王必须明白，吴国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伍子胥，他不能无视我伍子胥的一片忠心。如果不能这样，臣就只好请他离开王位了。那皇后是不是要问臣，谁是吴国的新王？当然是友儿殿下。不过，这也不是臣一个人能做的事情。请相国继续讲下去。如果臣真的和大王闹翻，就别无退路。倘若王后能站在臣的一边，倘若王后能保证友儿殿下是个听话的孩子，臣可以力保他登上王位。王后不肯答应，不是不肯，是不能。一边是我的儿子，一边是我的夫君，我不能割舍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，更不能让我的儿子去跟他的父王相争啊！说得对。只不过，如果大王知道是王后派出的杀手，殿下会怎么想？大王会怎么想？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就不是王后想割舍哪一个的事情。当然，王后还有一种选择，逼臣扶持谦雍继位。不，王后，想好了。冥冥之中，自有天数。相国三思而行，好自为之吧。夫人呢？刚刚回房里。什么？相国去见了王后？现在还在呢。听他们说，王后秉承了所有的宫女，像是在跟相国密谋，是吗？大王不在宫里，这武相国跑过去找王后，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。大事，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。我让他们去问了，可他们说除了翠儿谁也不会知道。那赶紧想想别的办法呀！奴婢知道了。冬梅，我这心里头慌得很，你陪我出去走走。夫人，等等，快把这个系好。除了要大殿下继承王位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好，你去吧。
去了哪儿？回王后，我……不要想再瞒什么了，我会为你求情的。求王后饶命！奴婢说，奴婢全都说。说吧。魏姬夫人身边的冬梅向我打听吴相国来这里的事情。你说什么了？奴婢说，只听见要让大殿下做大王的事。来人！在。长长记性。求王后饶命！郑大姑娘，救救我！王后饶命啊！奴婢还发现一件极重要的事，进去讲。让公子勇接替王位。大王身体强健的很，怎么这么快就说继承王位的事？所以事关重大。伍子胥和王后一定在谋划着什么。这可怎么好？去，马上找个可靠的人，派往越国报告大王。是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奴婢发现魏姬夫人根本没有怀孕，她只是把一些突兀裹在肚子上。是你亲眼所见？奴婢亲眼所见。王后，魏姬这样欺骗大王，肯定必死无疑了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？王后是后宫之主，这样的事我哪敢不报啊？何况，奴婢对王后一向都是心存恭敬。不用说的这么好听，你的心思我明白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如意的。谢谢王后。听着，你现在立刻回到魏姬身边去，只当这件事没有发生。奴婢告退。等等。这个玉佩给你，魏姬完蛋的日子，就是你发达的日子。谢王后。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好好等着那一天吧。父王，他还没醒呢，难道就找不到一个神医能妙手救回他的命？来的郎中不少，只有范将军说，还有一线希望。他在哪儿？去山中采药，已经整整1天了。爱妃，你不能再熬了。我一定要等他醒过来。大王，范蠡回来了。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会解毒疗伤之术，这位秋蝉姑娘当真有救。医家治病不治命，末将采来了所需的解毒草药，就看这位秋蝉姑娘的造化了。范将军，你的脸上在出血。熟知寡伤的，不当事。快上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奉相国命令，保卫王宫。听到！快，别动！快下！快！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说，铁勒的人马刚刚包围了我们新军呢。
大的胆。末将要所有新军持戈待命，等候大王的决断。大王，虽然新军人数少于他们，可是个个勇猛善战，只要大王一声令下，一定可以降服他们。不，这是在越国的地面上，绝对不能火拼。那太宰大人的意思呢？擒贼擒王，拿住铁勒，他们的兵士就会不攻自破。铁勒不会坐以待毙的，少不了也是一场血拼。大王，还不如一鼓作气，置他们于死地。血拼不可取，他们都是寡人的军队，无论是哪一方的死伤，都是寡人的无能。你们，大王，大王，魏姬夫人派人来见大王，说是有大事禀报。在哪里？在门外。快！小奴叩见大王。大王，我和季雍将军暂且告退。不必，寡人的家事就是我吴国的国事。说，昨天吴相国进宫密见王后。见王后？说是要拥立大殿下登上王位，取代大王。啊？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魏姬夫人请大王珍重。去吧。是。大王，寡人要以静制动，看看再说。1个时辰之后，你们和2位殿下过来，寡人有话要讲。是。秋蝉，你醒了。秋蝉，范将军，秋蝉醒了，他醒了。还请大殿下再把我备好的药给他吃上一煎。范将军搭救秋蝉的救命之恩，本殿下一定厚报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罪奴暂且告退。殿下，为秋蝉先喝点粥吧。好。还是我来喂吧。好。大殿下，你就照着我的样子，慢慢喂给秋蝉吧。好，谢谢夫人。大王，他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你
整夜都守在这里。大殿下也一整夜都守在这里。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何苦要为难他们？王后这样做，也有王后这样做的道理。王后，不必掩饰。其实你们心中都明白，杀秋蝉是王后所为。为什么不告诉寡人？是怕寡人知道之后会处置王后吗？大王会吗？寡人不是不分黑白，也不是非要拆散有儿和秋蝉。寡人刚才说过了，王后这么做，自有她的道理。爱妃来自宦江之畔，你只知道百姓之苦，却不知道王者也有王者之难。有儿生在帝王之家，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宿命。这王者的宿命，让他不能自已，不能张扬自己的本性。宿命，本性。自他降生之日起，就背负了传承江山的使命。这就是宿命。任何事情，任何选择，都不能以此相悖。难道他喜欢秋蝉，就和传承江山相悖吗？吴国要罢领诸侯，并非易事。强强联姻是必要的手段，所以王后为有儿选择了晋国公主。这么说，大殿下就必须要抛弃秋蝉了。这，除非他能在和晋国公主的成婚情形之下，再纳秋蝉为妃，并且永远不让秋蝉成为他唯一的所爱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秋蝉必死，或者有人甘心放弃对王位的继承。寡人的话你懂了吗？这么说，如果有一天大王面临了我和江山的选择，就一定会。寡人自信，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如果有呢？江山在，爱妃在。寡人倒想知道。如果有一天寡人失去了江山，你会像那雅鱼一样，随寡人浪迹天涯吗？无论生死，我都会跟定大王。好，真好。有爱妃这句话，寡人死又何惧？大王在说什么？铁勒已团团围住了宫城。伍子胥正在赶往越国的途中。他们要来做什么？他们要逼寡人做出决断，或者听伍子胥的，彻底灭掉越国；或者什么？如果伍子胥要杀了寡人，那就让他先杀了我。如果寡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就枉为大王。大王，太子大人说他们都在偏殿候着了。回去，等着寡人。参见父王。有儿，秦雍。儿在。到了该告诉你们的时候，伍子胥要将你们的父王撵下王位。他的亲信铁勒已带兵包围了宫城。父王，伍子胥好大的胆，让儿去跟他拼个死活。父王，就算是武相国拥兵自重，也不会到了作乱的地步吧？难道父王的话你不相信？如果伍子胥要你现在接替父王的王位，
只要父王身体健康，请父王放心，儿永远不会觊觎王位。如果武相国真有不臣之心，儿绝不答应。铁勒将军到。铁勒，你敢私自用兵背叛大王，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！举雍，末将只是来禀报大王，武相国就要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个铁勒已然带兵把宫城围得水泄不通啊！伍子胥到了吗？听说用不了2个时辰就可以进城了。来者不善，这次他一定是要置我越国于死地了。少伯兄，对待伍子胥能不能用对待伯嚭的办法？不可，醉里一战，阖闾重伤而死，他将此败视为奇耻大辱，绝不会为了一份钱财放弃他的复仇之心。大王已经入吴为奴，难道这仇报的还不够吗？当年他能掘开坟墓，将楚平王鞭尸300，可见伍子胥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。如今大王还活着，越国还活着。既然如此，我马上从暗道出宫，召集秘密训练的兵马，和他们决一死战。不可，吴军的精锐都在这里，我们那些密训的兵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何况勾践大王还在吴国为奴，万不能一拼了事啊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就只有等着他们来灭绝我们嘛！不，哎呀！夫人请。大王不是在那边的偏殿吗？刚刚到这边来了。夫人这边请。这不是越王宫的密室吗？大王怎么会在这里？夫人进去就是了。是你？没有想到吧？不，我想到了。夫差大王他不可能在这里。看来你还记得这个地方？当然记得。当初我们就是从这里进的王宫。你就是在这里阻止了勾践大王自杀的念头。我也是从这里被送进了武宫。如果没有万分紧急的事情，我绝不会请你到这儿来的。能不能马上告诉我，夫差到底是什么打算？我不想在这里提到他。为什么？我依然是他的女人，我不想在这个唤起我回忆的地方提到他。你知道铁勒已然带兵包围了宫城，伍子胥要马上赶到，越国命悬一线，勾践大王命悬一线。我们没有办法不为难你，我没有办法。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铁勒的军队是用来逼迫夫差大王的。夫差他并不想灭掉越国，也不想收到伍子胥。你知道这里可以通向大殿，他是不是在那里？想对他怎么样？你怕我会伤害夫差？不会，我不会。我只是想救越国。几天前我们一起回祝鲁，沿途的所见所闻你也都看到了、听到了。难道你忍心让越国，让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，全部在伍子胥的刀剑下灰飞烟灭吗？如果你确实为难，那就罢了。
马进攻了，他们在公园里设置了道关卡，没有他的准许，任何人不得出宫。这个孽贼！大胆！你们竟敢阻拦大王！铁勒将军有令，为保证大王的安全，请大王不要出行。请大王不要为难末将，这是为了大王的安全。闪开！大王，什么事？范将军说，有计要献于大王，请大王回去讲话。大王驾到！罪臣拜见大王。听寡人爱妃说，范将军有觊觎寡人，请大王随我来。罪臣知道情形紧急，那个王座后有条暗道可以通向宫外。你要寡人逃出去？对，大王脱离险境之后，可以立刻召集新军。如果需要，罪臣也可以命越国百姓跟随大王与伍子胥决一雌雄。大王，臣以为范蠡所言可行啊。末将也认为可行，只要大王能脱离险境，就能一呼百应。寡人身为君王，没有出逃的道理。寡人要凭自己的力量，夺回本该拥有的权利，否则宁可死。爱妃，你以为呢？奴婢相信大王。你们都去吧，姬庸留下。是。姬庸，在。你过来。参见相国。臣伍子胥叩见大王。相国免礼。寡人在这里等候相国多时了。相国匆匆赶来，想必有什么见教吧？臣闻报，越国不仅派兵偷袭大王，还派出杀手暗杀公子友殿下，其不臣之惊昭然若揭。如不采取断然之举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相国的断然之举措，就是想向我王下手吧？太宰这话从何而来？你派铁勒把这宫城团团围住，甚至不准大王行走，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？大王身处敌国，面对偷袭和暗杀，性命随时有虞。我派铁勒将军是为了保护大王的平安，何罪之有？倒是你，身为太宰，在这种情形下无能无为，听之任之，还有脸在这儿说三道四？保护大王的平安，那些偷袭和暗杀究竟是何人所为，还未可知呢。老夫铁证在手，当然是越国所为。既然铁证在手，就请相国明示，寡人自有决断。铁勒，在，把他们带上来。是，带上来。
罪将叩见大王。起来。谢大王。谢大王。文种，罪臣在。讲，越国究竟现存有多少兵马？回相国，根据降约，我越国只留下了保护宫城和弹压地方的少量兵士，其余的都已遣散。都已遣散？是。带上来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大声告诉我王，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现在在做些什么？我们被召集在大山里，习武练兵。习武练兵做什么？一共有多少人？走。那就请文种大夫为我王作答吧。他们的确是我越国的兵士，也的确是在山中习练。不过这些人就是用来保护宫城和弹压地方的兵士。一派胡言！你们用来保护宫城和弹压地方的兵士已然不少了，为什么还要暗中训练新兵？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恐怕吴国的兵士也不是终身为伍吧？禀告大王，禀告相国，自从我越国战败之后，民生凋敝，农户家中甚少男丁，所以只好多加轮换。在山中训练的这些兵士，就是为替换所用。人可以替换，难道还要增加大量的兵戈吗？相国的话，罪臣不明白。铁勒，在，把那些兵器搬上来。是，搬上来。大王，请看，这步战旗是战场厮杀的利器。铁勒将军刚刚派人搜讨了林姑父的官邸，这样的利器堆满了仓房。大王，罪将有话要讲。讲。罪将林姑父身为武将，对兵器多有偏爱，在遣散兵马时，不忍把所有的兵器化剑为犁，就瞒着文仲大夫摆些矛戈剑戟存放在府里。罪将有罪，可实在和越国的国策无关呐，请大王明察。胡言狡辩！罪将句句实言。林姑父，你身为将军，竟敢违抗军命，受命于人，我杀了你！林姑父，罪将在。你在编造谎言，欺骗寡人。罪将所言句句事实。句句事实。罪将愿以血为证。将军，将军，大王，越国实在没有不臣之心，请大王不要因为罪将的一时糊涂加罪于越国呀！大王，来人，在，抬去就是。是。林姑父，说，越国究竟存有多少兵马？是不是你派兵在筑楼偷袭我王？不是罪将所为，越国更没有暗藏的兵马。哼，你要不肯供出实情，那只能流血而亡了。大王，林姑父一向敦厚，所言所行绝没有半点隐瞒，请大王留他一条性命。我王从不杀无辜。大王让你们把他抬出去就职，你们没听见吗？敢抗王命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看胆大的倒是你太宰大人。越国谋反的证据如此确凿，你还敢袒护？今天老臣
不但要杀了林孤福，还要杀了勾践，杀了他们。有儿谦雍，儿在，儿在。这个林孤福能够以血为证，足以说明他的敦厚和忠心。寡人最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人，立刻带他去就诊。是。请。就算所有人都听命于相国，寡人毕竟还有2个儿子。当初越国投降之时，寡人曾昭告天下，只要勾践肯入我吴国为奴，寡人保证越国君臣的安全。寡人不会食言。如果相国不肯答应呢？不是老臣不肯答应，是大王糊涂。越国人生性隐忍，勾践入吴为奴，文仲卑躬奉迎，范蠡口称罪臣，林孤福断臂自证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兴复越国。如果大王被他们所迷惑，来日就后悔莫及了。又是危言耸听，大王不绝人国，一贯诸侯，为日后称霸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如若相国这样鼠肚鸡肠、滥杀无辜，在列国的眼中，大王岂不成了不为人耻的小人？范蠡，你在笑什么？罪臣不敢。哼，你是笑我吴国出了像伯嚭这样的太宰，让你们有了可乘之机了吧？王为国主，臣为国辅，罪臣笑的是这样目无大王的臣子，难得一见。你竟敢如此挑拨！你敢辱骂老夫？难道罪臣说错了吗？大王仁义待人，你却要大开杀戮；大王不绝人国，你却要灭人宗族。按理，国家的大政本该取决于君主，可你身为相国，却敢私自用兵威逼大王。你做的这一桩桩、一件件，难道不令天下人耻笑吗？你这个油嘴滑舌的罪奴，老夫今天杀了你！够了！相国的好意，寡人心领了。寡人这次来越，是要示大国之威，怀弱国以德。只要越国没有不臣之心，寡人还是会善待他。这么说，大王还是不肯改弦更张，灭掉越国了？对，寡人不能失信于他们，更不能失信于列国。明白了，老臣明白了。大王行妇人之仁，完全是中了范蠡的计谋，被了妖女所惑。铁勒在，人在哪儿？带上来。为断我吴国的祸患，为断大王的邪念，臣不得不自作主张，置他一死了。慢！事到如今，寡人可以告诉你，秘密训练新军的不是越国，是我寡人。因为寡人知道，怀有不臣之心的是你我相国。大王，寡人已派出数路新军，拿下你拱卫都城的大营，国中大小关口要塞也都在我新军手中。此刻，相国府相信也在我新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到那边去！过来！好大胆子，敢包围相国府！回去！
相国，什么事？这里的新军突然起兵拔寨，像是要拼死一搏。难道大王真的要和老臣开战吗？寡人若是要相国的命，早在你那天进宫密见王后的时候下手，何必等到今天？寡人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我吴国的兵马相互残杀，所以寡人有个举议：你我君臣决斗一场，寡人输了，你可以杀了我和我2个儿子；相国输了，寡人可以留下你，但会杀了你全家。这还算公平吧？相国，今天你我之间该做个抉择了。大王，夫人，父王，相国你好大胆，敢这么对我父王！有人签用，退下。父王，退下。好一个相国，胆敢用剑指责寡人！寡人等着这一天，已经等得很久了。寡人就领教相国的剑法。后发制人。相国，这里里里外外都是为臣吃苦的军队，只等相国一声令下。相国果然不及当年，不过你重兵在握，要想杀了寡人，也非难事。此时此刻，相国想到了什么？是想到你当年怎样走投无路、孑然一身投奔的我，还是想到先王为了助你报仇，怎样败率起兵帮你攻打了楚？若先王在天有灵，看到你武相国是这样的报答他，真的是让天下人都蒙羞。臣请辞相国一职，请大王准臣卸甲归田，告老还乡。相国，相国可以负寡人，寡人不会负相国。吴国能有今日，相国功不可没。相国一职，非武相国莫属。
臣惭愧。吴越两国总算暂且逃此一劫了。